尊敬嘅各位外交官、投資界嘅同仁、產業嘅伙伴、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好榮幸喺呢度同大家共議新能源交通產業嘅全球化實踐。我將聚焦喺數字金融創新同埋 RWA 現實資產代幣化嘅產業應用，分享如何通過技術賦予賦能同埋資本創新嘅開闢出海嘅新航道。香港正憑藉住離岸金融創新同埋技術規則制定雙優勢，成為全球綠色資產與數字資本嘅對接嘅核心樞紐。喺新能源基礎設施嘅領域，我哋已經睇到 RWA 帶嚟嘅顯著嘅變革。朗新科技同埋螞蟻數科合作嘅充電樁 RWA 項目，通過區塊鏈將應收嘅電費權益上鏈，實現1億元嘅資產融資，周期壓縮至幾分鐘。如將呢一項模式複製到東南亞之後，某個車企充電網嘅網絡建設嘅速度將會大大提升，極大增強咗海外市場佈局嘅效率。更值得關注嘅就係結合今晚啟動嘅全球水可持續發展基金巴基斯坦專項嘅行動，我哋正在探索空氣水權 RWA 嘅創新，將沙漠地區嘅空氣制水設備嘅淡水生產權通證化，對接國際空氣水權嘅交易市場。例如同國科能源合作嘅技術方案，唔僅能為當地嘅提供清潔水源，更能夠通過資產上鏈釋放流動性，為乾旱嘅地區基礎建設開闢咗空氣水權融資新嘅通道，實現技術輸出同埋資產融資嘅雙重價值。喺碳資產領域，協金能科東南亞光伏電站將會年產200萬噸嘅碳信用額轉化為數字資產，納入香港金管局嘅 Ensemble 項目嘅架構，實現碳資源產即時融資，構建咗綠電銷售同埋碳權交易嘅雙收益模式，為海外充電網絡建設提供咗強力嘅綠色槓桿。香港嘅法規創新同埋基礎建設，為 RWA 應用提供咗獨特嘅生態土壤。金管局嘅Ensemble項目已經打通綠色能源、基礎設施等多項資產嘅跨境流轉，成為技術出海加埋資本出海嘅重要平台。喺呢個基礎上邊，我哋將進一步推進空氣制水設施同埋水權收益嘅 RWA 標準化，將巴基斯坦專項行動之中嘅民生供水設施納入資產，實現從設備生產到收益權嘅證券化嘅全鏈嘅閉環。同時借鑑電池供應鏈應收嘅帳款上鏈嘅經驗，未來可以將空氣制水嘅設備嘅核心部件納入資產證券化嘅範疇，縮短中小供應商嘅融資周期，吸引缺水國主權基金參與技術加資本嘅聯合投資，構建更具韌性嘅全球化嘅供應鏈。今晚啟動嘅巴基斯坦專項行動同埋空氣制水技術嘅 RWA 試點，正係數字金融同埋實體產業深度金融合作嘅起點。香港不僅係資本嘅通道，更加係技術資產化嘅轉換樞紐，讓光伏充電樁成為綠色能源嘅節點，讓空氣制水設備成為水權資產嘅載體，讓每一項實質資產嘅都能夠通過 RWA 煥發出新嘅價值活力。願我哋以數字化加綠色化雙輪驅動，喺解決全球水嘅危機同埋交通轉型嘅征程之中，構成技術可行、商業可持續、生態可循環嘅全球化新範式嘅方式。多謝大家。多謝謝時輝博士 ，thanks for that。前排的嘉賓一同主持啟動儀式。Now let's invite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in the front row to join in present over the launching ceremony. Ready? 1, 2, 3.